角选手丸木林介。 気分上々見て腰抜かすなよ座りババには40人盗賊がいたけどさご主人ラッキーだって無敵の魔力を手に入れて爆裂パワー炸裂見ろよ自慢の武器だぜ最高フライパンチキックはいはランプこすってみてお呼びですかミスターお名前は全てお望み通り The blue corner is Yasuka Maruki from Japan。 蓝角选手来自日本丸木林介，这位选手1991年出生，身高177，臂展178，职业战绩16胜6负，1平11次 KO 对手。他被称为是日本重量级的希望超新星，在日本重量级已经是鲜有对手。他曾经获得过 WBC 世界青年拳王金腰带。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蓝角选手，掌声送给丸木林介。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红角选手。 红角选手伊丽莎提艾尼瓦尔。The red corner is 伊丽莎提艾尼瓦尔 from 新疆 China。红角选手来自中国新疆伊丽莎提艾尼瓦尔，这位选手绰号低调男孩，1993年出生，身高179，臂展180，职业战绩15胜1负，11次 KO 对手。他是一位擅长压迫式连续进攻打法的选手，他已经习练了 长达13年的拳击，他曾经是 WBC 超重量级亚洲洲际金腰带的获得者。这一场最终的拳王争霸，值得我们一起期待。准备好你们的掌声，送给来自中国新疆伊丽莎提艾尼瓦尔。 已经看到，在我的身后，金腰带就在两位选手的面前，谁能够在拳台上获得这份荣誉？接下来他们要靠拳头说话。这一场比赛是一场10回合重量级160磅的较量，同样这也是一场 WBC 亚洲洲际金腰带和 IBO 亚太洲际金腰带的对决，让我们共同期待。 本场比赛主裁大卫·克雷格，编裁彭派、瓦塔纳·索通、麦肯·苏曼、爱德华·里嘎兹。